塊面一乾就瘋狂敷 mask 搽精華，同你講啦，外面敷嘅水只會去到角質層，根本就唔會入皮膚底層。真正令你皮膚水潤嘅答案其實係飲出嚟啊！皮膚嘅水就好似一個大水塘咁，當你飲完水，水分就會跟血液去到真皮層，俾透明質酸咧吸住。呢一個水塘咧會源源不絕咁，慢慢將啲水分由皮膚底層推上塊面。咁點解飲咁多水，皮膚依然咁乾？問題就出喺皮膚嘅屏障受損啦。底層明明供緊水，但係咧面頭嗰層油脂膜穿晒窿，水分一上到皮膚嘅表面就極速蒸發，塊面咧乾到扯住，甚至甩皮咯。所以護膚品真正嘅作用從來都唔係補水，而係鎖水。每日飲足夠嘅水，再搽有脂質同神經酰胺嘅面霜封實啲水，先至係保濕嘅黃金法則。如果你點搽面霜都鎖唔住啲水，唔知道自己屏障爛成點，即刻 inbox 我留言，等我直接幫你睇下你嘅問題出喺邊啦。